睇片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上集講到我哋喺京都玩咗2日，未睇嘅快啲去睇返先。而家就去我期待咗好耐嘅景點任天堂博物館。其實佢係位於宇治嘅，但我 book 唔到前幾日，所以唯有今日先去。由伏見稻荷落去任天堂博物館只係需要22分鐘。呢度就講下買飛方法，係要參加抽飛先。首先係要提前3個月嘅1號申請，最多可以揀3個想入場嘅日期同時間。畫面入面嘅人數圖示代表抽選人數數量，人少嘅時段呢會容易啲中。交咗之後就會收到 email， 之後就等抽籤結果。1個月之後就會有結果，中咗先可以俾錢買飛，抽唔中就可以睇下有冇得執雞。熱門日子其實幾難中，記得一定要提早申請。而家就去返當日，喺任天堂博物館附近有個平價停車場，平日500yen就可以泊全日，而假日都係只需要600yen，而且落車之後只需要行3分鐘就到達博物館，相當方便。揸車嚟嘅朋友記得 book mark 呢個停車場啦。到達之後會先去入口報到，入場時間係分時段，唔可以太早入去。去到跟返你買飛嘅時段排隊，過完安檢就可以攞入場券。入場要出示 QR code 同埋對身份，所以一定要帶護照。每個人會有1張卡，入邊會有10個遊戲幣，用嚟玩館內嘅互動遊戲。入到場可以 skip 晒啲影相位先，因為臨閂門之前呢會少啲人排隊。第一件事入去展示區先，因為入咗去先可以落去下邊嘅體驗區。冇錯，入場首先要用晒嗰10個金幣去玩先，因為越晏係會越多人排隊。館內每個遊戲機嘅數量都唔一樣，所以玩嘅順序其實好重要。好似 N64呢個大型控制器，每人需要2個金幣，場內得1部，所以通常排得最長。如果你想玩，建議一入場呢就排呢個先。至於遊戲內容就有3款，分別係拎50個金幣打落石怪同埋打庫巴。如果你玩得快嘅話，係可以一次過玩晒3個遊戲。排我哋前面嗰一批人就做咗個完美示範，全場都拍爛手掌。之後可以玩紅白機體驗區，因為會有2部機，排隊唔會太誇張，都係需要每人2個金幣。入邊可以玩到 Super Mario、Donkey Kong 同埋 Dr. Mario。我哋就揀最簡單嘅 Super Mario， 一個負責控制左右，一個就負責跑同跳。呢隻 game 係相對比較易嘅，我哋都玩到第2關。而且畫面係投影到大熒幕，玩起上嚟幾有氣氛。另一邊就係超級任天堂區，呢度同樣都有2部機，所以可以留返後面先玩。一樣需要每人2個金幣，入面會有 Mario Kart、Mario and Yoshi 同埋薩爾達傳說。不過超任啲 game 就難玩好多，好多人包括我哋都過唔到第1關。跟住我哋就玩咗最抵玩嘅任天堂經典遊戲機體驗，入面可以玩到紅白機、超級任天堂同 N64。每部機都係只需要1個金幣，而且全部都真係可以操作，仲可以玩7分鐘，唔係淨係睇展覽。首先係紅白機，呢度可以玩到任天堂最早期嘅經典遊戲，好似 Super Mario Bros、Donkey Kong， 仲有好多80年代作品，用返原本紅白機手掣操作，感覺真係好懷舊。另一邊就係超級任天堂，呢度會有90年代最經典嘅遊戲，好似 Super Mario World、Mario Kart，仲有其他超任時代嘅作品。相比紅白機，畫面就精細好多，玩法亦都更加豐富。最後就係有 N64可以玩，入邊就會有 Mario Kart 64、Super Mario 64或者其他 N64嘅經典遊戲。如果你係90年代打機長大，呢區應該會玩得好開心。另外紅白機區仲有一個幾特別嘅玩法，就係5關挑戰。呢個模式會一次過玩5隻紅白機經典遊戲，其中包括 Donkey Kong、Pinball、Mario Bros、Balloon Fight 同埋 Super Mario Bros。每一隻遊戲都會限時，最後會計總分，仲會有評級。如果你對紅白機熟，其實幾好玩，但如果唔熟操作，可能會有啲難度。玩過嘅留言講下你哋攞咗幾多分啦。喺呢個區域入邊仲有一堆以前遊戲嘅封面喺度，雖然喺展示區都有齊晒所有嘢，但上面就冇得影，呢度就有得影啦。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呢一層影相嘅機會啊！如果唔想玩頭先個 Nintendo Classic，其實都可以試下呢個同樣只需要1個金幣嘅遊戲 Game & Watch 挑戰。
呢個遊戲係根據任天堂80年代推出嘅 Game & Watch 掌上遊戲機去設計。當年係用 LCD 畫面加簡單按鍵操作，每一隻遊戲都只有一種玩法，但節奏好快，而且好考反應。而喺任天堂博物館入邊，就將呢種經典玩法改成體感版本。玩家只需要企喺熒幕前面，用手上下移動，就可以控制畫面入邊嘅角色跳躍同埋避開敵人，好似將以前嘅按鍵變成用身體操作咁。畫面風格都特別保留返 Game & Watch 嗰種簡單圖案同固定場景，好有80年代感覺，但玩落去其實比想象中難，好容易手忙腳亂。如果覺得 Nintendo Classic 嗰邊太難，或者想試下另一種玩法，就可以用1個金幣嚟挑戰呢個 Game & Watch。簡單易明，但要高分就真係唔容易。有一個體驗我就唔太建議玩，就係入邊呢個射擊遊戲。呢個遊戲一次要用4個金幣，比其他體驗貴好多，而且排隊時間通常都好長，有時等嘅時間可能已經可以玩到2、3個其他遊戲。所以我會建議將射擊遊戲放喺第2次嚟先再玩。另外要用2個金幣嘅時雨電我都唔太推薦，除非你識日文同知道點玩，因為入邊好多指示都係日文，如果唔識會有啲唔知做緊乜。最後最唔推薦就係呢個 Ultra Machine 同埋 Love Tester， 因為2個都係需要2個金幣，但玩法其實比較簡單，特色唔算太多。Love Tester 仲要每人都要2個金幣先可以玩，反而 Ultra Hand 如果帶住小朋友嚟就可以試下。因為只需要1個金幣，玩法都幾直接，用個伸縮手去夾物件，小朋友會玩得好開心。下面呢一區除咗可以玩之外，其實仲有一條時間線展示，由最早期任天堂遊戲機開始，可以清楚見到每個年代嘅主機同手掣設計，一路點樣演變到而家。最早會見到80年代嘅產品，包括紅白機、Game & Watch， 仲有 Game Boy。之後到90年代就會見到超級任天堂嘅手掣設計，開始多咗掣，玩法亦變得更加複雜。再之後就到 N64 時代，可以見到經典嘅3叉手掣。之後去到 GameCube， 手掣設計開始變得更符合人體工學。一路睇落去會發現，任天堂每一代手掣都改變好大。再之後就到 Wii 時代，手掣變成體感操作，可以見到 Wii Remote、Nunchuk， 仲有之後嘅 3DS。最後就去到最新年代，包括 Switch 同 Switch Lite， 可以見到手掣變成 Joy-Con， 設計同以前完全唔同。由最初2個掣一路進化到而家可以拆開用，睇完整條時間線會覺得幾震撼。睇完手掣同遊戲機嘅時間線之後，後邊仲有一個卡牌展示區。其實任天堂最早並唔係做遊戲機，而係由做卡牌起家。最初推出嘅係花札，係日本傳統紙牌遊戲，之後開始生產各種啤牌。之後任天堂推出過好多唔同款式嘅卡牌，包括唔同圖案設計、角色主題，甚至合作系列。去到90年代之後，仲推出過 Pokemon 卡同各種遊戲卡牌產品。所以喺博物館入邊可以見到任天堂由做卡牌開始，一路發展到後來做遊戲機嘅歷史。最後仲有一大幅牆展示任天堂歷年推出過嘅各種創意產品，佢哋叫做 Idea of Success。由早期嘅玩具、體感遊戲到之後嘅 Wii、Switch， 甚至 Labo， 全部都係任天堂唔同年代嘅創新想法。可以睇到任天堂一路都係靠新嘢先發展到而家。隔籬仲有 Light Gun Games 展示，由超任光線槍到 Wii 同 Switch 嘅體感射擊，全部都係任天堂玩光線遊戲嘅歷史。睇完下層展示區之後，我哋就去餐廳食嘢先。餐廳係可以中途離開展示區去食，之後再入返去。就算未玩晒都唔使驚入唔返去。入餐廳之前，門口店員會俾一張 QR Code 飛，之後用手機 scan， 再用手機落單。餐廳最特別係可以自己揀材料整漢堡，可以揀包、揀肉、揀配料，再揀醬汁，變成自己嘅組合。而且仲會有配菜同嘢飲，嘢飲仲可以走冰。如果唔想自己揀，都可以直接嗌普通 menu， 好似和牛 burger、sukiyaki burger、fish burger、chicken burger 都有，選擇都算幾多。除咗 burger 之外，仲有甜品、飲品。落完單之後就排隊等俾錢，當有位嘅時候呢，就會拎餐同埋有工作人員帶位。雖然我哋就被安排咗坐中間嘅長台，冇乜特色，但都有位擺袋。餐廳入邊會有其他特色嘅座位，例如呢啲水管嘅台，仲有印住任天堂箱嘅凳，亦都有唔同嘅主題嘅卡位，例如運動同埋薩爾達傳說。咁而家就講下我哋嗌咗啲咩。頭先我就嗌咗親子當包，價值1350 yen， 而佢就嗌咗自選漢堡餐，成個餐連個包加埋薯條加埋嘢飲就係2200 yen。而
家就揭曉下佢個自選包揀咗啲咩啦。首先就係黑色包，之後就有蓮藕、壽喜燒牛、豆腐同埋壽喜燒汁。而我嗰個親子丼包同平時嘅親子丼比較，就係多咗好多蔥同埋多咗生菜。自選包有個好處就係你揀得嘅一定係你中意食，所以將一堆食物擺埋一齊做漢堡呢種玩法係幾正嘅。有興趣嘅人一定要試下。至於我個包就係親子丼個味，只不過之前係撈飯，而家就變咗一個包，味道係唔錯嘅。至於個薯條就幾出色，因為就算放咗好耐，佢都係脆嘅。食完嘢就可以去返呢個位，上返去上層展示區。呢一層開始就唔可以影相或者錄影，所以入邊好多內容，例如每一代主機推出過嘅遊戲，由初代嘅紅白機去到最新嘅 Switch 2，都會呈現喺你眼前。當中仲會有唔同主機之間嘅 crossover 機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唔同時期嘅進化圖體，例如 Mario、問號箱、Pokemon 等等。其他仲會有展示任天堂早期出過嘅體感玩具。喺原畫展示區仲會睇到任天堂遊戲嘅手稿，例如 Mario、薩爾達傳說、動物森友會等等。講真，我喺呢一層係睇咗3個鐘左右，因為真係每一樣嘢都好有欣賞嘅價值。仲有一個位係講每一代 Pokemon 遊戲嘅開始畫面、捉神獸嘅畫面等等。佢仲要係一大個 mon 咁一次過播晒每一代同一刻做緊嘅嘢，嗰種感覺真係好正。所以作為任天堂遊戲嘅 fans， 真係要細心留意呢一層嘅所有嘢啦。離開展示區之後，最後仲會見到幾個特別嘅擺設。首先見到周邊展示，入邊有唔同主機造型嘅片、鎖匙扣，仲有可以播放遊戲聲效嘅盒仔。旁邊仲有 Super Mario 嘅歷史牆，由1985年開始一路展示到最新作品，可以睇到 Mario 系列點樣一路進化。之後會見到博物館嘅模型，可以睇到全個任天堂博物館嘅設計。最後仲有一面書櫃展示，放咗唔少遊戲相關嘅書籍同埋設定集。最後就係博物館入邊嘅商店，呢度有大量任天堂博物館嘅限定商品，全部都係以唔同年代主機做主題，由最早期嘅紅白機開始，一直到 Game Boy、Super Famicom、Virtual Boy、Game Boy Advance、Nintendo 64、GameCube、NDS、Wii U、3DS 到 Switch， 全部都有專屬商品。而且每一代主機都會有自己一整套周邊，包括 T 恤、杯、片、筆、記事簿、貼紙等等。基本上由紅白機到 Switch， 每一代都齊晒。除咗一般商品，仲有主機造型嘅攬枕，例如紅白機手掣、N64 手掣同 Wii 手掣造型攬枕，外形同真機幾乎一樣。有興趣嘅人一定要逐款機都細心選購。呢啲商品可能對任天堂死忠係幾好嘅選擇，但係普通遊客就可能冇咁大興趣，所以佢哋就有2款盲盒俾人去買。其實頭先大家已經見過噶啦。首先係鎖匙扣，而且仲分成2個系列，一款係1983年至1999年，另一款就係2000年至2017年。每個系列入邊都有唔同年代主機同手掣，另外仲有開機聲效盲盒，入邊係唔同主機嘅開機聲。不過要注意，鎖匙扣同開機聲效盒每人只限買2個，所以想抽嘅記得要買齊 quota。除咗主機系列商品之外，仲有大量角色同遊戲主題嘅周邊。有啲商品會直接用遊戲封面設計，包括 GameCube、DS、Wii 同 Switch 嘅遊戲。fans 見到應該會好有回憶。除咗遊戲系列，仲有好多角色周邊商品，例如 Mario、薩爾達、Donkey Kong 同其他任天堂角色。當中包括 T 恤、毛巾、袋、杯、文具同飾物。咁啱 Mario 系列40週年，都會有返40週年嘅 T 恤賣，都幾有紀念價值㗎。薩爾達系列仲有徽章、吊飾同收藏用品。商店入邊亦都有任天堂早期產品嘅相關商品，例如花澤、啤牌同你個嘢話咗。呢啲其實係任天堂做電子遊戲之前嘅產品，所以都算係博物館限定嘅特色商品。另外仲有花澤同 Mario crossover 嘅商品，例如有衫、杯同埋毛巾，其實係整得幾靚㗎。之後仲有好多用任天堂做主題嘅生活用品，例如產品圖案嘅碟仔，同樣係用唔同年代產品做設計，收藏價值都幾高。仲有任天堂產品磚同鎖匙扣。
其次仲有卡套、環保袋、筆記簿呢啲實用嘢，仲有博物館限定鐵盒，上面會印有唔同任天堂產品。公仔方面都有唔少選擇，例如綠寶寶、蘑菇呢啲 Mario 系列角色攬枕。尺寸仲要好大，基本上見到都想買啊！整體嚟講，商店商品種類非常多，由復古年代到最新主機都有，而且好多都係只可以喺任天堂博物館先買到。如果你係任天堂 fans，基本上好難空手離開。玩完晒之後就可以去返一開始未做嘅嘢，就係打卡，大概會分為3個，分別係過關呢支旗，之後就係門口嗰個水管，同埋入邊嗰堆奇洛比奧。影完奇洛比奧之後，隔籬仲有個 Mario 之父宮本茂嘅簽名，記得睇埋啦。之後喺出面仲有幾個位要睇埋，首先就係變色格仔，呢個冇人行先去都冇所謂。之後地下仲有啲 Mario 嘅嘢喺入邊，例如綠寶寶、錢、雲、飛彈同埋無敵星星等等。仲會有比卡超渠蓋，之後擺遮嘅位仲會有唔同顏色嘅 Game Boy， 同埋星之卡比汽水機。離開嘅時候可以睇埋 Locker， 其中有幾個格係 Game Boy 帶嚟嘅，當中嘅 game 就有 Wario Land、Super Mario Land 同埋 Yoshi。睇完呢個 Locker 就正式完結任天堂博物館全日嘅行程啦。時間就係4點41分，我哋喺入邊玩咗5個幾鐘。希望呢條片可以俾大家參考到任天堂博物館嘅玩法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